各位早晨，睇下最新嘅風暴消息。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以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。強烈熱帶風暴尼坦目前集結喺香港西北大約11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22公里，移入廣東內陸，並且逐漸減弱。天文台表示，尼坦正穩定咁遠離香港，但本港仍然受到尼坦嘅雨帶影響，多處吹西南烈風，會喺中午到下晝2點之前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而家咧普遍咧香港都仍然係吹住西南烈風，咁預計咧個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咧喺今朝早咧係會維持，咁市民咧係應該要繼續係提高警覺，保持警覺，係做好防禦嘅措施。咁視乎本港風力嘅情況，天文台咧會喺中午後咧係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嘅。我哋嘅記者陳建敏就喺西環海旁。咁陳建敏啊，而家嘅風勢點樣？水位有冇回落返啊？係啊，咁我而家喺呢一度咧，感受到咧嗰個風勢同埋雨勢咧，亦都明顯咧係比之前咧係減弱咗啲㗎啦。咁亦都可能咧，因為風同埋雨都細咗啲啦，同埋時間開始晏啦。咁我哋咧喺海邊呢一度咧，就見到咧陸續咧就其實開始有啲居民咧就已經外出㗎啦。咁咧特別咧係去到海邊啦，同埋咧去到西環碼頭附近嘅位置咧，其實都陸陸續續咧就會有啲居民咧嚟到呢一度咧，可能會影相啊，同埋睇浪咁樣樣。咁不過咧，我哋之前都留意到啊，咁雖然話雨勢同埋風勢咧就係弱咗啦，咁但係有啲居民咧可能擔住遮啊，把遮都會吹反嘅，其實情況咧都幾狼狽㗎。咁至於咧喺海面嗰個情況咧，咁我哋咧就留意到咧，而家海面上面嗰個視野方面呢，就比之前呢其實清晰咗㗎啦，就唔似之前咁樣白濛濛一片。咁我哋咧而家都可以清楚咧睇到有啲船啦，咁同埋咧見到對岸一啲大廈嘅外形咁樣樣㗎。咁至於喺水位方面呢，其實而家個水位咧雖然係比平時嘅情況咧都係高咗，咁但係較早之前嘅時間呢，我哋就見到水位咧開始有下降嘅趨勢。咁但係雖然咧就話水位有下降嘅趨勢啦，咁但係我哋喺呢度咧仍然不時咧可能間中會有一啲浪花啦打上岸，咁亦都會有海水湧上嚟。咁所以咧市民咧如果真係嚟到呢度嘅話咧，亦都唔可以掉以輕心㗎。咁我喺呢度嘅情況咧，暫時係講到係呢度，咁先將時間交翻俾你啊。唔該晒㗎。我哋另一位記者朱子晴就喺鯉魚門3家村㗎。咁朱子晴啊，嗰度水浸咧嚴唔嚴重啊？係啊，我而家咧就係喺鯉魚門3家村呢一度啊。咁其實咧民居啦同埋嗰個大海嘅距離咧，其實真係相當近㗎。咁加上咧持續都落住雨啦，咁見到個水位咧都有輕微嘅上升。咁一啲居民呢，就堆起咗幾層嘅沙包啦，去到防止咧海水湧入嚟。我哋今朝嚟到嘅時候咧，其實個水咧大概浸到去到腳眼嘅位置。咁我哋都同一啲嘅村民傾過啦。咁咧佢哋就話啦，今年其實嗰個水浸咧得唔算太嚴重㗎。咁往年打颱風嘅時候啦，啲水咧都會浸到膝頭哥嘅位置。咁我哋就估計啦，因為啦今年咧即係唔係吹正東風啊，咁所以今年嘅水浸情況咧就冇乜話好嚴重。咁我見到啦有啲嘅村民啦都已經外出啊，咁亦都有一啲嘅家長啦帶埋一啲小朋友去飲茶。咁而家咧其實嗰個都冇一個水浸嘅情況㗎啦。咁我哋咧會繼續喺度跟進住最新嘅情況，咁先將時間交翻俾你啊。唔該晒你。另外，朝早多班航機仍然因為尼坦嘅關係需要取消或者延誤，大批旅客滯留。朝早航空公司安排職員喺櫃位協助旅客，過百個旅客喺國泰櫃位查詢最新嘅航班資訊。隨住尼坦逐步減弱，機管局話會進行航班調整。朝早6點到夜晚9點可以安排325班航班升降。呼籲旅客去機場之前向機管局或者航空公司查詢。有旅客滯留咗10幾個鐘，不滿航空公司安排唔妥當。告訴你下一步要怎麼樣嗎？下一步具體他也沒怎麼說，就是讓我們就比如說在那邊候補啦，然後還有就是讓我們自己解決。We lined up for 6 hours and then they cancelled. Well, they closed up the desk, cancelled our flight, and they've booked it for the 5th, which is in like 4 days. So yeah, not a very good experience. We just want to go home. 受到尼坦影響，舊巴、新巴同埋城巴大部分路線朝早停駛。新巴、城巴
S1 同 S56、龍運 S1 同 S64 來往機場。東鐵接駁巴士 K12、K17 以及 K18 九巴 B1 維持有限度服務。港鐵多條路線維持每10分鐘一班。東鐵紅磡至羅湖每10分鐘一班車，紅磡至落馬洲每20分鐘一班車。今節風暴消息睇到呢度。本節目為家長指引，部分內容涉及成人情節。